今集為大家介紹一款 DJI 最新出嘅手機穩定器。但係咪住先，又係手機穩定器，出咗好多支噶咯。不過今次唔同啊，係一個大升級，就係我手上呢一部 DJI Osmo Mobile HP。嗱，見到佢個樣咧已經唔同晒咯。咁不如咧，我而家即刻同大家開箱，為大家介紹一下同之前嘅 Mobile X 有咩唔同咯噃。好啦，咁而家即刻開箱呢一部 Osmo Mobile HP。相信配件唔係好多啦。咁呢個係主機，我哋打開主機先啦，都係一個機袋裝住。照舊一個磁吸嘅手機夾啦，但係呢度咧已經唔同咗咯喎，我睇下先。保光燈啊，保光燈已經咧連埋呢個追蹤 module 就黐住喺呢度啦。呢啲陣間先再研究。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呢一個新增嘅遙控器，有一個屏幕嘅。呢度咧又係叫你掃翻個曲，裝翻個 DJI Mimo App。同以往用開啲 Action Cam Osmo 系列嘅 Action Cam 一樣啊，可以拉落嚟，有個 Setup Menu， 從畫面四邊咧咁樣推過去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嘅。我而家好犀利啊，用呢個十字掣就可以咧控制補光燈嘅光暗。咁左右咧就控制個色溫。遙控器點樣攞出嚟咧？都係咁樣套出嚟嘅啫嘛。呢度係一個遙控器啦。其實咧嗱，而家咁樣睇咧，完全個設計係同以前嘅 Mobile X 係爭好遠嘅。我而家攞出嚟比較下先。好啦，咁攞埋支 Mobile X 上一代嘅產品出嚟啦。嗱，個大細唔係相差得太遠，但係個設計已經有好大嘅分別啦。嗱，首先我見到啊，側邊呢一度個滾輪咧已經消失咗喎，跟住之前呢個 M 掣已經係唔見咗噶咯喎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轉毛嗰個掣唔見咗啦已經。咁 NFC 嗰個位咧，咁啊陣間再研究下咯，重新適應過啲掣係點用嘅。追蹤 module 啦，要自己裝落去，而呢一個咧雖然都係要自己裝落去，但係而家咧佢呢度原來啊係一個 Type C 嘅插口嚟嘅。好，咁而家咧又磅下兩支嘅重量。上一代嘅 Mobile X 當然要稱埋條 cable 啦，有377.29克，而新一代嘅 Osmo Mobile 8P 係重387克，即係重咗10克左右嘅啫喎。咁究竟呢10克啊，佢有啲咩功能上嘅唔同呢？而家即刻出去試試佢啦。DJI Osmo Mobile HP 係一款3軸雲台嘅手機穩定器，全新設計嘅多功能追蹤模塊同埋大屏嘅遙控器。多功能追蹤模塊除咗有一個智能跟隨鏡頭之外，佢仲係一個補光燈，到8檔嘅亮度同8檔嘅色溫，可以喺埋個遙控器度隨意調校。透過 NFC 連接 Apple Dock Kit， 用手機嘅原生相機同埋第三方拍攝程式，絕對冇難度。內置鋰電池提供10小時嘅長續航，仲可以中途為手機叉電。好，我而家就測試下佢個遙控器圖傳嗰個距離啊，或者個遙控器按鍵嗰個信號呢。究竟我行到幾遠佢先冇反應啦？再行遠啲先。好啦，而家8米左右啦。個圖傳已經冇個反應㗎嘞噃。唔係喎，繼續有反應啊個圖傳。我試下擰個雲台。嗱，都仲有反應啊嚇。再行遠啲，轉緊咯喎，已經停先，個畫面已經轉緊啦。咁呢度大概有12碼左右係嘛？即係嗱，而家球場啊，12碼點左右啦，咁佢已經係斷咗信號㗎啦。遙控器仲有投屏功能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喺佢大屏遙控器上邊睇翻你手機拍攝嗰個畫面。有咗呢個功能，我自拍都簡單好多啊，唔使帶多個人幫我睇機。set 好咗手機擺位之後，就即刻埋位，再喺遙控器上邊撳個錄影掣，咁就輕易操控雲台上邊每一個功能。頭先做嗰個測試都試咗啦，10米都冇問題，可以唔使再習慣拍緊智能跟隨嗰陣，成日要瞄下部手機有冇跟得我。例如我行去後邊俾嘢遮擋咗啦，我根本冇可能睇到部手機究竟咩狀態。依家只要望住大屏遙控器上邊嘅畫面，就知個手機有冇跟得到我啦。睇嚟佢嘅智能跟隨依然係咁強勁啊！咁樣俾嘢遮咗咁耐都冇甩到。
今代嘅 Active Chat 已經去到8.0 version。DJI 嗰邊嘅產品介紹就話任意嘅物品都可以跟隨。咁我而家跟隨呢隻雀仔當然冇問題啦。嫌 zoom 得唔夠近咩？可以一路跟隨一路變焦都得嘅。嗱，而家試下將手機調到佢8倍 zoom， 比起手持手機拍攝更加容易將主體擺喺畫面嘅正中間。呢個多功能嘅觸屏遙控器，基本上成支手機穩定器嘅功能都可以喺上邊選擇，例如調節補光燈嘅光暗色溫，各種嘅雲台跟隨模式都可以喺 menu 上邊輕觸式去轉換，用起上嚟比之前就咁撳 M 掣係更加 user friendly。亦都有一個掣係可以轉換手機嘅直倒橫倒，又方便又快手。再睇下呢個內置嘅三腳架，今次係全新設計。我見佢呢係比之前長好多，用嚟支撐拉長咗嘅自拍杆都好穩陣。嗱，今代 8P 呢，亦都有 NFC 功能喺上邊啊，見到嘛？呢度咁我碰個電話埋去，咁佢就會顯示追蹤底咗，正在定位你嘅配件啊。哇，咁啊撳連接呢，咁我而家就可以用原生嗰個相機嚟到做追蹤啦，同埋拍攝，唔需要用 DJI Mimo App 嘅。嗱，咁呢個功能有咩好處呢？可以用任何嘅拍攝 app 啊，你自己中意用啊 Blackmagic 之類嗰啲呢，你用慣咗嘅話，可能呢你會覺得個質素會拍攝得高啲啦，同埋自己用慣。我而家俾個手勢佢，佢已經追蹤緊我同埋錄影啦喎已經。咁呢個係原生嘅相機 app 嚟嘅。嗱，我而家就將個8P 擺喺球場嘅中心圈啦，我圍住佢轉。佢係360度旋轉㗎，呢個雲台。我哋留意下啦，追蹤 module 一路追蹤緊我。好啦，轉咗一圈啦喎，就係咁樣啦。一個人自拍要試下呢一個電影鏡頭功能，佢裏邊有旋轉運鏡、電影慢快門、運動跟拍等等嘅功能。我就試咗旋轉運鏡，旋轉嘅運鏡效果成日喺電影同埋一啲現場直播嘅 show 裏邊都可以睇到嘅。咁我而家就用 Osmo Mobile HP 呢個功能咧，自己一個人拍一個咁嘅運鏡效果出嚟俾大家睇下先。擺喺地下，撳快門掣，倒數3秒，嗱，佢鏡頭開始旋轉啦。咁我開始進場咯，埋位。自編自導自演，剪接都係自己嚟。就算剪片唔叻，都可以用 DJI Mimo App 入邊嘅一鍵成片功能。我揀咗頭先4條拍咗嘅片，佢已經自動幫我整咗一條10幾秒嘅片。如果你要求唔高嘅話呢，其實已經可以出片噶啦。亦都可以揀其他模板，但係如果再想極致啲呢，選擇自己編輯更多。例如我將最尾個旋轉運鏡拉到最長，然後 App 入邊仲提供一啲片尾俾你加入去。仲有好多貼圖俾你選擇，嗱，我譬如加呢個4K logo 喺左下角啊，仲有一啲貼紙啦，好簡單啦，10零秒嘅片唔使加太多嘢，剪一條短片就係咁輕鬆。我哋即刻睇睇效果。而家咪 mini 嘅 adapter 插咗手機，加上呢個手機穩定器、智能追隨 module 咁啊一齊同步用，咁啊大家聽下個效果咯。做直播呢，可以做出一個好穩定畫面啦，同埋好清晰語音嘅直播畫面。咁啊拍片當然更加冇問題啦。好啦，咁今條片呢，就簡單試用咗呢支呢 Osmo Mobile HP 啊，咁真係比上一代嘅功能呢更加強化咗。最緊要呢，就係呢個遙控器呢，都俾到你一個自拍更好嘅體驗啊！咁啊，產品連結我已經擺喺說明欄入邊噶啦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嘅詳細資料咯噃。咁啊，呢條片到呢度咯喎，中意嘅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